起跨過，存在太美好，齊衝破冷漠的世代，攜手見證神是愛。一人一故事，拍住撐香港。歡迎收睇《星火飛騰》。喺2015年，有一單 A1 嘅頭條，曾經牽動咗好多香港人嘅心。健康正常嘅3歲小女孩歐婕妤有再生障礙性貧血病，佢唔可以傷風感冒，甚至連輕微嘅碰撞都唔得，因為撞一撞，隨時會腦出血死亡。再生障礙性貧血咧，佢係骨髓裏邊咧係做唔到正常嘅血嘅細胞，譬如紅血球、血小板同埋白血球。正常人咧血小板應該係有150以上嘅。咁我記得妤第一日入院嘅時候係得4，係屬於嚴重。唔夠血小板嘅話咧，咁佢血凝固功能就有問題，少少擦傷啊咁樣，佢都可以有機會流血不止。最可怕嘅咧就係，如果佢裏邊一啲器官或者一啲嘅血管撞裂咗，佢會有內出血嘅現象。呢個情況咧就係會引致死亡。佢嘅活動都大受限制，佢唔可以爬啦，唔可以跑啊，唔可以上滑梯。捽眼，成個眼呢個窩咧都係瘀嘅，要3個星期先好得返。嘴啦、個鼻哥啊、小便啊、大便都試過出血。輸完血小板4、5日之後，朝頭早佢起身咧，成個枕頭咧都會係血，每一次都好驚，即刻入醫院。持續嗰個指數都係好低，醫生進行骨髓嘅配對。首先就係由妹妹開始嘅，咁妹妹嘅結果係唔吻合，我同我先生都係唔吻合。聯絡咗報紙、電視台，呼籲啲人捐骨髓嘅節目出咗街之後，好多香港人都係好熱心，多咗好多人登記捐骨髓，幫助阿妤妤，令到我哋覺得好鼓舞。唔吻合，居然一個都冇。再開始埋世界海外其他地方嘅骨髓去搜尋，一路等緊結果。2014年，2歲嘅歐婕妤證實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，骨髓無法製造足夠嘅血細胞，隨時有生命危險。當年一經傳媒報道，曾經引起全港市民齊心捐骨髓，可惜最終空歡喜一場。爸爸石軒同媽媽佩斯一心只想妤妤回復出世時嘅健康。妤係喺2011年10月26號出世嘅，咁佢出世時候咧，我哋都好驚喜，佢有8磅重，一對好圓好大嘅眼睛，同埋一對深深嘅雙眼皮，一望到佢咧就好開心，好中意佢。翻到嚟啦，帶住小 BB 好似咧仲係好眼瞓喎。好忙碌嘅，因為餵母乳啊，幫佢換片啊，瞓得好少，但係咧見住自己個骨肉咧個感受，好溫暖。爸爸 BB 今日啱啱好滿月啊！放咗工之後，邊度都唔想去，第一時間翻屋企同妤玩啊，同佢傾偈。原來仔女喺自己心裏邊係咁貼身、咁掛念嘅。一放假就會帶佢去街啊，去玩啊，帶佢去沙灘游水啊，好興奮，好開心。好，妤妤你睇唔睇到啊？你個 shadow 啊，喺邊度啊？係喎。妤妤2歲左右咧，第2個小朋友就出世啦。妤妤見到妹妹咧係好快樂嘅，好似多咗份玩具或者係多個洋娃娃陪佢玩，成日走埋去就會錫佢。屋企咧熱鬧咗好多。石軒同佩斯都係教師，同好多家長一樣，佢哋一早為妤妤鋪路。2歲讀 N 班，3歲入國際幼稚園，4歲學彈琴。可惜計劃一開始就要擱置。妤妤2歲半嘅時候啦，咁佢係讀緊 N 班嘅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發現佢腳上面咧就多咗啲瘀痕，pat pat 嘅位置咧都有
問學校老師，佢哋都覺得魚魚係冇乜機會咧，學校撞碰，開始覺得唔尋常，帶佢去睇家庭醫生。個醫生咧就不嬲都係好笑容滿面。嗰日佢見到阿魚魚一腳嘅時候，當堂咧個面咧變得好嚴肅，好仔細用心咁觀察。睇完之後咧就淨係講咗一句啫，佢就話呢啲瘀傷咧就唔係因為碰撞而產生嘅，即刻介紹咗個兒科醫生俾我哋，叫話我哋盡快去約，即刻要轉介去專科進行抽骨髓嘅檢驗，得出嚟嘅報告就話俾我哋聽，魚魚係患上再生障礙性貧血。主診醫生話俾我哋聽，魚魚呢個病咧係好危險，有2個情況底下佢會死亡，第一個係腦出血，第2個就係受感染。都唔知發生咩事，佢嘅病唔簡單，我哋屋企咧嚟緊會面對一個幾大嘅挑戰。我好似跌咗落另一個世界咁，佢將一個整齊有秩序嘅生活打散晒，好驚，好彷徨。我覺得魚好似好快會離開我。再生障礙性貧血唔算普遍，大約20萬人之中有一個。香港每年有5至10宗兒童病例，好不幸，魚魚係其中之一。原來人喺病房裏邊係好被動，你唔知點樣去可以令到自己個仔女會好一啲。每日咧我都會係打啲魚嘅膳食燉湯啊，俾佢啊，去打啲營養嘅果汁俾佢飲啊，幫佢做按摩啊，務求咧係令到魚魚可以補血啦，可以提升佢嘅免疫力。除咗咁之外，就係牛咁眼咁樣望住佢啦，驚佢有任何碰損。間唔中咧就會翻嚟去睇住照照，因為嗰陣時照照都係好細個，得4個月，就係喺醫院同埋屋企兩邊奔波。日日咁樣抽血，左手一個痘咁樣，跟住第2日咧右手一個痘，跟住就即係手臂咁樣又有咁樣，即係成身。見到一個咁細嘅小朋友2歲幾咁天真可愛，咁但係又要受咁多痛苦，寧願係自己咯。魚魚喺醫院裏邊咧，幾乎每一日咧都會去抽血驗，究竟佢嗰一日會唔會指數太低，需要輸血啊？血小板唔夠就輸血小板。嗰個指數咧，呢大半年都冇提升過任何一啲，好危險嘅。但係咧，佢又係好快樂。絕大部分時間嚟講咧，佢都係喺度周圍行啊，喺度玩啊，拎住輸緊血嗰條管啊，或者係帶住個抗生素嘅機啊，喺身邊繼續咁樣去玩，好乖，又唔會扭計返屋企，又唔會扭計出去玩，甚至乎每一日都會好開心同我講：媽咪，拜拜，聽日見。石軒甚至決定辭職全時間照顧魚魚，而佩斯就繼續返工維持生計。兩夫婦每日都一樣勞累。呢段時間，一班從小認識嘅朋友俾佢哋好大嘅支持。中學時候咧，我有同學咧，佢係基督徒嚟嘅，咁佢就邀請我翻去教會嗰度聚會。翻去聚會裏邊咧，我發現身邊嘅基督徒咧係好有愛心啦，好識得關心人，俾我感受同呢一班人一齊唔會學壞。喺教會裏邊長大、讀書啦，到出嚟做嘢，咁冇幾耐咧，就喺教會裏邊咧認識咗我而家嘅丈夫啦。咁2、3年之後咧，我哋就結婚。喺魚魚患病嘅期間，我哋得到好多弟兄姊妹嘅書信嘅問候啦、電話嘅問候啊、祈禱嘅支持。咁亦都有啲好實際嘅幫忙，譬如佢哋會嚟到去幫我哋手照顧阿細 BB 啦，又會幫我哋咧喺醫院裏邊咧湊魚魚。魚魚咧特別係需要飲呢個花生衣水，有個弟兄同佢媽媽咧，佢哋係每日由上水煲咗花生衣水攞嚟醫院或者係攞嚟屋企俾魚魚飲。教會裏邊每一組嘅人，我哋係會自發為佢祈禱。煮嘢食去俾佢哋嘅家庭，分擔佢哋嘅辛苦。有一次我去到醫院裏邊嘅時候咧，我見到阿佩斯好攰啦，佢趴咗喺啲凳嗰度瞓，石軒仔喺入邊照顧女女，兩夫婦輪流嘅照顧。
喺磨辣子裏邊咧同心嘅經過。我話佩斯啊，我知你而家需要照顧一個病咗嘅小朋友，都會好勞累，我可以幫你湊下細路。我見到阿魚魚慢慢個體重咧係開始減啦，個樣又開始好消瘦啦。見到咁樣咧，我係有啲驚，我就攬住佢話俾佢知道咧，天父而家係陪住你，你唔使驚。WhatsApp 裏邊咧都會有一群喺香港啦，甚至係海外地方嘅一啲嘅弟兄姊妹咧，會收到粵語最新嘅消息，咁佢哋都會反應好快，祈禱支持。聖經雅各書裏邊講過，其實明天如何，我哋都唔知道。我哋嘅出現好似一片雲霧咁，我只係每日都活響嗰一日，活響當下，盡情咁陪粵語，好好咁照顧佢，好好咁樣活出我媽媽嘅角色。魚魚一直等待合適嘅骨髓，可惜無論香港、海外都揾唔到。醫生建議嘅2次免疫療法亦唔成功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石軒確診患上咗鼻咽癌。嗰日啱好咧就係魚魚嘅4歲生日，發覺咧原來自己都有鼻咽癌，我都好感恩啊！神咧俾我好早就發現自己有呢個病。接受化療、電療同時間做，過程雖然係辛苦，咁但係咧係好咗。見到石軒咧，佢會有笑容，呢種笑容相信係因為佢對住嗰種嘅信心，佢相信主係掌管住，主係負責一切。喺骨髓庫裏邊揾骨髓咧，就好耐都揾唔到。有私家醫生咧咁啊建議我哋啦，不如就用人工受孕嘅方法咧，就去生一個同阿魚魚基因吻合嘅 BB 出嚟。用佢嘅臍帶血咧，就去即係醫下魚魚。一聽到人工受孕咧，就即係心裏邊其實有種抗拒。將來嗰個小朋友出世，咁樣如果知道咗呢件事，咁原來即係佢嘅出現係為咗救阿家姐嘅，呢個小朋友會即係點樣諗呢？一個生命嘅出現呢，即係其實係即係神嘅安排嚟嘅。基因吻唔吻合呢啲呢，應該唔係由人去決定。期間啦，咁就發覺有咗第3個小朋友，自然懷孕嘅話呢，咁佢吻合嘅機會呢，其實只係得1/4。病房裏邊有個魚好喜歡，佢都好愛錫魚嘅姑娘。同我哋講，不如咁啦，你再去試下驗下呢個 BB 係咪啱粵語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唔好要呢個 BB， 做一次人工受孕，去為一個真係可以幫到粵語嘅 BB 出嚟。嗰時我記得我先生同佢係咁講嘅，無論呢個 BB 佢嘅臍帶血啱唔啱粵語都好，呢個都係我哋嘅骨肉，我都係會要，我都一樣會咁錫佢。BB 喺我咁頻撲啦，又成日食飯盒啦，唔夠休息底下，佢又可以陀得好穩定。2016年年頭嘅時候出世啦。收到消息咧，就知道佢嘅臍帶血係唔吻合嘅魚魚，心裏邊咧就真係有一點點嘅失望。魚魚身體咧好明顯差咗嘅，佢發燒嘅頻密程度咧密咗好多，醫生都有同我哋講嘅，治療嘅時間越長嘅話，佢好返嘅機會係會越嚟越困難，引起嘅併發症亦都會越嚟越高。除夕嗰晚，醫生咧好好啊，俾魚魚返屋企。點知到8點幾嘅時候，發現魚魚又發燒，我真係逼不得已又再帶返魚魚返醫院。究竟事情又會點發展呢？如果魚魚真係離開我，咁我係會點呢？神送咗一句聖經俾我，神嘅籌算咧係永遠堅立嘅。喺詩篇33裏邊，佢嘅計劃咧係唔會出錯。如果真係咁嘅時候，我仍舊依靠佢。魚魚由2歲到4歲呢2年間，幾乎每日都喺醫院度過，骨髓嘅希望漸趨渺茫。佢甚至要轉到 ICU。2016年6月12號，佢終於喺爸爸嘅懷抱中告別。魚魚咧就賴咗尿，連張床單都賴塞埋。護士去攞緊床單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抱住佢啊。咁啊抱住佢嘅時候咧，佢就突然之間就腦出血，雙眼咧就反白，個腦咧就向後中，即刻攬住佢。嗰個係星期日，我都係坐緊月喺屋企。
當陣時咧，我收到石軒發出嚟個 WhatsApp 話粵語咧而家急救緊，都好亂啊！會唔會就係今日咧？搭的士嘅期間，其實我已經收到石軒嘅通知，話幫我聽粵語嘅心跳已經停咗10分鐘。去到醫院嘅時候，我見到石軒陪住粵語喺床上面，有份好出奇嘅寧靜。我望住粵語，我對住佢想喊，但係其實又喊唔出。我好清楚我眼見嘅粵語，只不過係一個 body，真嘅佢唔係喺呢度，佢喺主耶穌嗰度。我都仲係未相信佢會離開。到咗有個姑娘出嚟話佢真係冇咗脈搏，即係3個字咯，我先至開始意識到失去佢。天父咧就從我嘅懷抱裏邊咧就接走咗粵語。我只係同佢講咗啲佢平日好喜歡我講嘅説話。你咧係媽咪第一個 BB 嚟嘅，媽咪咧最錫就係你啦。嫲嫲又錫你啦，婆婆又錫你啦，三叔又錫你啦，爸爸又錫你啦，姐姐又錫你啦。媽咪咧會繼續好似照顧你咁樣去照顧2個妹妹。最後我同佢講，主耶穌就快翻嚟㗎啦，我哋好快會見面㗎啦。4年零8個月嘅日子，成為石軒同佩斯最美好嘅回憶。今日喺人眼中，佢哋嘅家庭成員都係4位，不過佢哋心中永遠都係一家5口。失去女兒嘅滋味，我諗唯有神呢，佢明白我，因為佢都曾經捨棄佢自己獨生嘅愛子。我同石軒一直以嚟怕粵語會離開我哋，我唔知道會點樣過。神將一份厚厚嘅平安放喺我哋家庭裏邊，原來呢段日子唔係喺我想象之中係咁難過。呢2年裏邊咧，粵語發病以嚟，教會有好多關心我哋家庭嘅人。喺嗰日安息聚會裏邊，負責嘅姊妹同我哋講，我哋要搬一間大房，因為預計有好多人嚟。咁果然嗰日嚟嘅人數咧係真係裝唔晒，俾到我哋喺呢條崎嶇嘅路裏邊好大嘅扶持。追上翻呢2年嘅日子，我睇翻同粵語一齊嘅生活，全部都係好開心嘅。粵語唱歌啦，粵語佢愛寶寶個樣啦，粵語好中意玩玩具個樣啊，都係好難忘。每日一早起身咧就會諗到粵語噶啦。我依然會同人講咧，我有3個女嘅，一個喺天上，2個喺身邊，依然係生活得好開心嘅，同埋好感恩。諗到佢喺天家裏邊咧，同即係主耶穌一齊啊，即係與主同在好得無比啦。咁樣並且將來咧，我一日都要即係翻去天家嗰度咧，同佢相遇。而家我同石軒好多時都會幫小朋友去拍啲 video 啊、短片啊。咁記錄低佢哋而家嘅情況，同埋成日提醒自己要多啲影全家福，因為即係原來影全家福係咁難得。神應許信佢嘅人，我哋有一個家鄉喺天上面，知道一定會見翻佢。粵語係天真活潑嘅小朋友，可惜3歲就患上咗罕見嘅病。但係佢仍然好單純同埋樂觀面對，佢仲鼓勵翻爸爸石軒同埋媽媽佩斯，令到屋企充滿溫馨同埋充滿歡笑聲。唔單止粵語，後嚟連石軒都患上咗鼻咽癌，令到呢個家庭遭受更大嘅患難。簡單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餐飯都變成好奢侈。耶穌嘅恩典，石軒嘅病情受到控制，總算脫離咗危險關頭。喺艱苦嘅日子，佢哋一家得到弟兄姊妹持續關心同埋代禱，喺耶穌嘅愛裏面得到安慰，得到平安。粵語4個月前因為腦出血，喺地上嘅爸爸懷抱當中安詳咁樣離開，返到天上嘅爸爸嘅身邊。石軒同埋佩斯雖然好唔捨得，
但係佢哋相信同魚魚只係暫別，將來會喺天家再相逢。一對父母經歷愛女嘅離世，仍然有盼望，完全係因為有耶穌。如果你都面對極大嘅困難，我邀請你認識石軒同埋佩斯所相信嘅耶穌，佢能夠幫助你、安慰你、賜平安俾你。請你跟我同耶穌傾幾句。親愛主耶穌，我承認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身為父母要照顧孩子、照顧兒女，其實好困難。我覺得自己真係冇能力，覺得好辛苦。但係我相信你能夠幫助我。我而家打開我嘅心門，我邀請耶穌進入我心裏面，做我嘅救主，做我生命嘅主人。求你將你嘅愛、能力、盼望賜俾我。求你帶領我，亦都祝福我嘅家庭，行喺光明嘅當中，充滿你嘅愛嘅當中。多謝你愛我，主耶穌。石軒同埋佩斯慢慢回復過嚟，耶穌仲賜下第三女圈圈俾佢哋，一家重現生機。耶穌從來唔會離開我哋亦都唔會離開你，仲想同你做好朋友。歡迎你打嚟 CBN 關懷熱線，號碼係31883803，你亦都可以透過以下嘅方法同我哋聯絡㗎。請你登入我哋嘅網頁，加入全新嘅 CBN 拍住撐計劃，用金錢支持 CBN。只要每個月50蚊，你就可以同我哋齊發掘最地道、最感動嘅生命故事，實行一人一故事，拍住撐香港。我哋會送俾你《星火飛騰》第15輯嘅 DVD， 撐住你，或者送俾你想撐嘅人。你嘅留言係我哋最大嘅鼓勵，好似早前有位觀眾喺 WhatsApp 咁樣撐我哋。你好，我同家人正係面對緊艱難嘅日子，好憂慮、痛心。多次睇到星火飛騰裏面嘅故事，提醒我神嘅大能。多謝你哋同 CBN 拍住撐香港。請你為每一集嚟到祈禱，為每一位嘅觀眾禱告，喺你嘅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同親友分享，齊一人一故事，拍住撐香港。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神同在太美好，齊衝破